洛阳三彩壁画，古称五彩琉璃画。三彩壁画呢，是以色釉直接作画，所有的色釉在作画时皆呈橙色，1000度以后它才变色，故有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之说。年轻人加入了以后呢，提出了更多的画法革新，融入了 AI， 它有无限的扩展性。我们现在越来越有希望了。